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30號星期二，歡迎收睇萬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護老院院友疑窗邊墮下，家長斥政治入課室校方道歉，100年老酒吧明初重開。Stockport 一間護老院發生悲劇，星期一9月29日朝早大約7點半，78歲女院友懷疑由窗邊墮下，送院之後不治。事發地點係 Romiley 嘅 Barrycroft Manor 護老院，院舍形容事件係不幸意外，已經展開調查。警方同護理監管機構英國護理質素委員會亦都正跟進，強調會檢視安全措施，避免同類事故再次發生。院舍向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。曼徹斯特布羅督中學近日因為一名老師嘅言論引起家長強烈不滿。有片段顯示，老師課堂上表示聖喬治旗雖然唔係天生帶有種族主義，但有人視之為種族歧視象徵，並且透露自己曾經參與反對驅趕難民嘅示威。家長批評老師將政治立場帶入課室。學校隨即發公開信向家長明確道歉，並承諾會展開調查，確保未來相關議題會以平衡中立方式處理。柴郡一名55歲女商人喺酒吧飲酒之後，駕駛保時捷 SUV 返屋企，被揭發醉駕。有司機發現佢開車搖搖晃晃，即時報警。警方到達佢價值50萬英鎊嘅豪宅，見到佢醉到企唔穩，只能用膝頭爬行。檢測顯示酒精超標近3倍，最終法院判處罰款876英鎊，停牌2年零2個月。佢聲稱飲品被人落藥，但係法官裁定唔可信。曼徹斯特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嘅酒吧 The Shamrock， 經過多年封閉同疫情延誤之後，現正展開180萬英鎊翻新工程，並且改名為 The Spinners Rest。呢間位於 Ancos 區、建於1808年嘅酒吧，曾經係愛爾蘭同意大利社群嘅聚腳地。2019年由家族經營嘅 Joseph Hope Brewery 接手，並透過公眾投票選出新名字，以致敬當地昔日紡織工人。負責人強調會保留建築歷史特色，並且拓展設施，包括少有嘅戶外啤酒花園，希望成為社區新焦點。翻新之後嘅酒吧預計出年初重開。今日嘅萬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